呈现你，我要在列王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事上大穹苍。开始啊！我要在万民中呈现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上个礼拜我们讲过哈利路亚，还记得是什么意思吗？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原来的意思要向上帝举手，就是赞美上帝啊。所以哈利路亚就是赞美上帝的意思啊。好，我们再回来唱这个圣经目录歌。我们今天短一点啊，先唱短一点。我们今天唱旧约就可以了，因为要赶课了。这个希望可以在10月中旬以前把旧约给结束掉，要不然的话，11月底恐怕很难新约结束啊。对，好，我们来唱圣经目录歌，来唱第一首的左边，好，圣经目录歌哈。好，我们唱旧约部分就可以了啊，创世纪出埃及，好，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一起唱歌来。创世纪出埃及，利未民数记，申命记，约书亚，士师录的记，撒母耳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以斯帖，约伯诗篇，箴言传道书，雅各以赛亚，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但以理何西阿书，约珥阿摩斯俄巴底亚书，约拿米迦拿红哈巴谷，西番雅哈该书，撒迦利亚马拉基书。好，这个是旧约的圣经目录歌啊，所以总共旧约有39卷啊，所以整个里面包括有几个项目。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里面有包括至少有3个大的项目，一个叫妥拉，有没有 ？Torah 就是律法书啊，还有什么先知书叫 Nabi 啊，或是 Nabi 这个字叫做先知书。所以有关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先知书就是有大小先知书，这个都是叫先知书里面。那其他的东西就叫什么？叫 Ketuvim， 叫做圣卷，就是在这个犹太人的分类里面，他们只有3个大的部分，就是这个律法书，还有先知书跟圣卷。好，那我们的
这个旧约的圣经目录，基督教的圣经目录里面分的就是叫做律法书，还有历史书，还有这个诗歌智慧书，还有这个叫做先知书啊，所以我们有这几个分类，所以希望让大家可以稍微回忆一下啊。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今天晚上的时间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让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能够有学习的时间，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更多的认识，也对每一卷书有更多的了解。谢谢你向我们敞开你的书，敞开你的话，好让我们真知道你话语的奇妙。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叫做小先知书了。好，那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大先知跟小先知的差别。大先知因为它的篇幅比较大、比较多啊，然后它的范围比较广，内容比较广、比较多一些啊，所以这个叫大先知。然后小先知就是因为它的范围可能比较少，篇幅比较少，然后它的对象也比较这个没有那么多，所以就会属于比较叫做小先知。但是大小先知并不是重要或不重要啊，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小先知就不重要，因为小先知书里面有很多在新约圣经里面它会引用的经文，我们等一下在每一卷书里面我们都会看到啊。好，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先知书，先知书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 Nabim 就是先知的意思，就是先知所著的书。好，所以旧约的先知里面有著书的先知，也有行动的先知。行动的先知像以利亚、以利沙，这个叫做有事件有记录，但是不是他写书的。然后著书的先知就是他有记录，他有写书信，或是他有写一些内容提醒的，这些叫做著书的先知。这样可以知道吗？啊，好，那我们要进入到小先知的第一卷了，请大家来翻开我们的课本，请大家来看这个180页，我们要进到这个小先知书的第一卷书，叫做何西阿。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一卷叫做何西阿，但是各位千万不要觉得小先知就一定篇幅比较少啊，因为但以理书、大先知书，但是它的篇幅也不见得很多，因为这个何西阿就已经超过它的篇幅了。何西阿书总共有13章，所以其实何西阿书篇幅也是不小的啊。好，但是要先跟各位说明，圣经最早没有所谓的章节，没有第几章第几节，它其实就是一大本的书信，大家可以了解意思吗？啊，有章节是后人为了阅读方便的时候，把它注记上去，这样你比较知道说啊，这个有一个段落，或者是它里面在讲的比较细节的地方啊。好，请大家看180页，我们要来看这个何西阿啊，何西阿，它的名字，何西阿的意思就是何西阿叫做耶和华的拯救。拯救啊！好，我们华人也常常讲叫做人如其名，对不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取的名字，有可能是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是长辈，他希望我们未来就可以像这样的一个名字的意思啊。比如说像我的弟弟叫做宗儒，宗教的宗，儒家的儒。好，那当然。我老爹取这个名字的意思，本来希望他是可以成为一个读书人啊，或者是这个有书香气息的人。那但是后来我的老弟变成是欧秋人啊，这个很难，就是有时候取的名字希望是这样，但是后来还是走不一样的路啊。但是这个至少每一个民族都一样，取的名字都希望是人如其名，就是希望他的名字跟他这个人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好，所以这个何西阿的名字原来叫做耶和华的拯救或耶和华的救赎，啊，就是这个救赎。
所以他的名字就是上帝的救赎，或是耶和华的救赎。好，但是救赎我们要先知道救跟赎这两个字有不同的意思啊。好，救的意思就是用力量、用力气把它得回来，这个叫做救，知道吗？啊，比如说像圣经里面常常讲说，如果你的动物或是你养的牲畜，它掉到井里去的时候，你要把它拉上来或救上来，这个叫做救，用力量把它得回来。啊，好，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有没有？亚伯拉罕去抢救他的这个侄子罗德，他的侄子罗德被这个掳去当这个奴隶了。好，然后亚伯拉罕用他们家里面精炼的318条好汉，去救了他的侄子罗德回来。那这个方法叫做救，就是用力量把他抢回来。那赎是什么？赎就是用金钱买回来。啊，所以各位知道那个像有一种犯罪叫做掳人勒赎，有没有？勒索那个赎金啊，这个叫赎的意思。赎的意思就是用金钱把它换回来。好，所以救跟赎是两个不同的方式，但是是同样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得回这个人，或是得回这个东西回来。好，所以救跟赎，如果你知道那个意思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我们在讲耶稣基督是上帝给我们的救赎，就知道那个是要花力气、用力气的，要用钱的。所以赎回的意思就是我们是被上帝重价买回来的，那个赎价就是什么？那个赎价就是耶稣啊。所以上帝透过耶稣把我们给赎回来，让我们可以成为这个属上帝的人，这个叫做赎。好，所以如果读何西阿书的时候，当你在读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要用赎这个意思啊。好，请大家看一下180页。何西阿这个先知，他是北国的先知，有看到吗？在作者的地方，他是在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北国的首都了啊。他的工作时间很长，一直到北国都灭亡了。好，请注记一下，上面有一个耶罗波安二世，这个人是北国最兴盛的时候，所以给他写上最兴盛的时候。北国以色列这个国土最大，然后国力最强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啊。好，耶罗波安二世为什么叫二世？因为前面有一个人叫耶罗波安，知道吗？啊，跟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分家的那个就是叫做耶罗波安一世啊，那这个叫做耶罗波安二世。好，那请看一下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这个何西阿来当先知啊，那他同期的，请看一下在第4行的地方有没有？跟何西阿同个时间的有阿摩斯、以赛亚跟弥迦，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很接近这个北国要灭亡的时候。好，所以上次有给大家有一个数字，有没有？北国灭亡的时间是西元前721年的时候。好，那灭掉北国的叫做亚述。这个亚述这个国家在旧约里面是常常跟以色列缠讼很久的啊。好，然后作者这一段的倒数第3行，何西阿又称为北国的耶利米，为什么？因为耶利米在预言这个国家的灭亡，所以这个何西阿也是在预言以色列国的灭亡的这个先知。好，背景的地方，请大家就稍微看一下，他是北国最兴旺的时候，有没有？耶罗波安二世是北国最兴旺的时候。然后何西阿在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娶了太太。一般娶太太没什么太大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各位知道，如果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有规范，有一些人你的太太是不能随便娶的。给大家看一下，在那个利未记啊，太太不能随便娶的，特别是某一些身份的人啊。好，请大家看一下利未记第21章，还记得吗？利未记在哪知道吗？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啊，利未记是在第3卷书，利未记。好，利未记的21章。利未记21章第13节。好，21章13节，请大家来看一下21章13节哈。利未记21章13节哈，一起念来。他要娶处女为妻，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或是被污为妓的女人，都不可娶。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不可在民中辱没他的儿女，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好，这个是对谁的规范？对祭司，或是对于叫做传道人，他必须要娶什么样的人做太太？要娶这个叫做正常的女孩子，他是不可以娶这个叫做被休的妇人，或是被污为妓的这个女人，这个都是不可以的啊。所以或是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这个是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就有规范。祭司、先知这些人，他们是不可以去娶这样的一个对象。好，但是呢，这个何西阿就很惨了。为什么？因为上帝叫他娶那个叫做不应该娶的人。好，请看一下他的太太叫什么名字，在180页的倒数第4行，有没有？何西阿处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他跟淫妇这个叫割灭这个人，好，然后他的婚姻，上帝为什么特别要让这个何西阿来娶这个太太？因为是要透过他的婚姻来表达上帝跟以色列民的关系。可以了解意思吗？啊，所以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他的婚姻是要来表达上帝跟以色列的关系。虽然以色列常常背叛上帝，但是上帝仍然给他刚刚讲那个叫救赎回来啊。好，所以以色列是不忠于神而拜偶像的淫妇，所以神要驱逐以色列人，但是仍然深爱着以色列人。这个就是这个书的意思，最重要的意思。虽然这个淫妇这个割灭啊，如果各位看他的记录里面，这个割灭他本来就是一个行为不检的妇女。然后这个先知何西阿先娶了她，那这个娶了她之后生了孩子，这个女生还是叫做这个坐不住，在家里面坐不住，她还是一样出去了，然后出去后来又被卖到这个妓院里面去，然后这个何西阿又要花钱再把他的太太再赎回来，啊，所以意思就是这个太太3番2次都背叛了这个何西阿。但是何西阿仍然要把他带回来，成为属他的人，因为在当时，妓女或者是叫做被休的妇人，或是女生，在当时的地位，社会地位是很低的。特别刚刚讲了，如果你是特种行业的人的话，那身份地位更低。所以先知他是上帝的仆人，但是他又要去娶这样的女人，透过这样把她赎回，带回到身边来，让他那个原本很低的位置，或者是叫做很糟糕的状况，可以重新能够得回来。所以这个就是何西阿这个先知他的婚姻所要代表的一个用意。好，所以请看181页这边，啊，他这里最上面第一行这里提到说，以后还是会召集他们归回。这个就是何西阿书的重要的意思，就是原本这些人他们是远离上帝的，但是上帝要再把他赎回来、救回来。所以以色列人可能远离上帝了，但是上帝仍然要把他救回来、赎回来。所以这个叫何西阿书的一个整段的一个大致上的一个内容。好，到这边可以吗？啊，所以
有些人的婚姻是不得已的啊，就是他的婚姻状态有时候是上帝特别给这个先知的一个特别的状况，但是不是一个常例，不是一个常态啊，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好像在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很严谨的啊，所以你是什么身份跟角色都必须要守住那个身份跟角色，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先知，或是你是一个传道人，在当时应该是在社会地位上是可以被尊重的。但是如果你又去娶了一个叫做不洁或者叫做比较行为上不检的女孩子的话，对她的身份是有影响的。所以都要了解那个状况不是一个常态，它是一个特例，一个特别的情况。在台湾有没有？其实，在台湾有过，但是它不是娶啊，它是特别去针对这个特种行业的女孩子去服侍的一个牧师。那他的太太是一个日本人啊，他们是在台北那个华西街那边去服侍那些特种行业的女孩子，因为这些人是被社会叫做撇弃的，但是他们又是需要福音的，所以这个牧师他跟他的太太就特别在这些族群上面去做这个服侍啊，是一个台湾有过这个有这个案例在啊，所以那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你要去对这些特别行业的人是不容易的啊。好，这个是何西阿书，好，到这边可以吗？好，如果没有问题，那我们要很快的啊，因为小先知是很短的，小先知书每篇都很短，所以我们要稍微赶一下啊，这样才可以比较赶快的把这个旧约给读完了。好，182页，请看第二位小先知，叫做约尔。好，Joel。约尔这个先知，好，请看一下他的名字哈，上面没有写，但是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是上帝。耶和华是上帝，就是约尔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啊。好，但是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过去以色列人他们是不会直接称上帝的，不会称上帝的名字叫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叫做旧约圣经里面十诫里面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所以他们只要在圣经里面有耶和华这个字的时候，他们都会跳念什么？叫做阿多奈。多奈啊，阿多奈是什么意思？阿多奈就是主的意思。所以只要旧约圣经里面念到耶和华这个字，他一定会跳，叫做阿多奈啊。那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要直接称呼上帝的名啊，因为怕妄称上帝的名。好，约尔这个先知，他是蛮早的时候的先知，182页，请看一下，约尔是在谁的时候？在南国犹大皇太后亚他利亚篡位的时候啊，亚他利亚是在谁的时期？哪一个国王的时期？这个国王叫约阿施。好，约阿施国王的时候，他的祭司叫做耶和耶大。那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约阿施其实他在他的阿嬷，就是这里提到的这个皇太后亚他利亚在位的时候，他是被藏起来的。好，
那所以请大家在这个亚他利亚的旁边写一下，叫做一代女王，一代女皇。好，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只有中国历史里面才有这个叫做武则天这个人啊，其实在犹大历史里面也有过这个像武则天的人，这个人叫做这个亚他利亚啊。好，亚他利亚在位的时候，他杀掉这个叫做他的这个叫做大卫的这个子孙，几乎都可以被他杀光了。好，所以留下谁？这个姑姑啊，这个女皇的姑姑，其实很像那个，真的很像那个武则天的故事一样。这个姑姑把这个约阿施藏起来，藏在哪里？藏在圣殿里面。好，然后这个耶和耶大就是祭司啊，当时的大祭司。然后大祭司在这个适当的时机里面，当这个约阿施已经到8岁的时候，已经算比较大了、懂事的孩子的时候，突然间把这个约阿施就带到圣殿里面来，然后让大家看到，说这个就是这个国王的孩子，就是王子，就是以后要继承王位的人。所以后来大家发现说，哇，原来这个大卫的子孙没有都被灭掉，还有人活着。好，所以后来他就复位了。后来约阿施就成为这个继位的继承人。那这个皇太后亚他利亚后来就被处死了啊，被处死了。那中国有一个类似的历史，各位知道，如果各位有喜欢读历史的话，明朝有一个皇帝叫明神宗。明神宗，好，明神宗他最有名的就是他的年号叫万历，他是在位30年，从来不上朝的。但是他在前面的15年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宰相啊，在明朝有一个很有名的宰相叫张居正。这个好像在上历史学。明朝有一个很有名的宰相叫做张居正啊，那他在到明神宗万历年间的时候，他是整个掌握朝政的人，所以当时的张居正他是让这个明神宗可以坐稳，后来30年不用上朝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因为整个朝政都是这个张居正帮他搞定的啊。好，所以这个有点像这个故事，就是这个耶和耶大这个祭司帮这个约阿施复了皇位的故事。好，不过后来这个明神宗他30年不上朝，听说有原因呢、听说好像是因为他的脚有疾患，就是他上朝的时候他的脚是一跛一跛的，所以上朝的时候怕被人家看到皇帝这个身体状况不好，所以他就将近30年的时间没有上朝了。这个是明朝的故事。好，回到这个一代女王这边，亚他利亚这个皇太后，她就是当时类似像这个武则天的这个角色，她把这个当时的这个一些这个大卫的这个接班人，大卫王朝的接班人全部都干掉了。但是后来这个约阿施被姑姑藏起来，藏在这个圣殿里面。好，所以这个约珥是在当时的一个先知啊。好，约珥书里面有一个跟新约很有关系的，请大家看一下约珥书2章28到32节。好，请大家翻一下约珥书2章28到32节。好，我们已经上到约珥书了哈，所以请大家这个翻的速度学习要快一点啊。约珥书的2章28到32。好，2章28到32，这个你会发现很有趣，在新约里面也有同样的记录，因为
彼得就把这一段的圣经把它背出来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约珥书2章28到32节，一起念来。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好，到这边哈。所以使徒行传里面，所以如果印象中还有的话，使徒行传里面，当教会要产生的时候，这些门徒他们在这个圣殿里面，后来有一阵风吹过，他们头上都有圣灵降下来。当时这个彼得就举了这一段的经文，说这个在约珥书里面就有记载这一段的记录啊，所以这个约珥书里面就已经提到圣灵充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景象在这里面。好，所以这里提到说他是叫做五旬节先知，或者是叫做这个五旬节降临的一个应验的一个经文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新约其实有引用很多旧约的圣经啊，里面的内容引用很多的这个预言。好，其他的就请大家自己稍微看一下啊，在这里面也提到有一个蝗灾，这个蝗虫的灾害，我们在台湾可能比较少看到，我们大概都比较多看到那个蚱蜢，因为其实蚱蜢会变身的，其实蚱蜢跟这个蝗虫是同一类的东西。蝗虫在这个荒年的时候，它会变身成像蝗虫这种大只的，然后会吃掉很多的农作物啊。所以在中国有很多，或是在很多其他的国家也有，就是很怕有这种东西出现，它会吃掉所有农作物。所以他们当时经历过这个蝗灾。好，那经历这个蝗灾的时候，过去古代的人通常都有这种 sense， 就是只要有灾害的发生，通常都是预表这个叫做执政者或者是皇帝的这个执政叫做有问题，所以上天惩罚这个世人啊。所以古代都会有这种灾难是上帝警示或预警的这样的一个意味啊，在这里面。所以包括连蝗虫的灾害也是。那所以透过这个先知告诉这个以色列人说，蝗虫的灾害来了，因为我们没有照上帝的话去行，得罪上帝。所以古代的这样的一个先知也都有这样的一个用意在，让世人可以被提醒。好，所以过去古代的皇帝其实通常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假设如果听到哪一边有山崩、地震或是洪水灾害的时候，皇帝通常都会做一个事情，叫做正宫自省。正宫自省是什么？就是皇帝自己自我反省，我一定有一些什么样的过错、过失，所以上天要惩罚我的百姓啊。所以以前的皇帝都会有这个动作，就是表示说啊，这个一定是他的执政有一些问题，所以上天警示这个灾害，告诉我说啊，我一定有做错事情，所以我要谨慎，我要在这个我的天父老爸面前要认错跟认罪啊。这个是古代皇帝，我们讲过，古代皇帝他们认为他们是天子，所以这是天上的老爹在提醒他，你要反省了啊。但是呢，各位现在的执政者叫做什么？千错万错都不是我的错啊！以前的皇帝会说啊，正宫自省，我有错了，一定是上天给我警示，
啊，这个有地震啊，有灾害或是有洪水发生，这个就是我一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错误，但是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啊，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执政者跟以前古代的那个帝王，虽然古代帝王也好不到哪里去了啊，但是就知道那个差距有多大了。好，到这边可以吗？啊，好，所以我们要一路赶课了啊。好，第三个小先知叫做阿摩斯，请大家看一下184页。阿摩斯，好，阿摩斯先知，请在他旁边注记一下，叫做代职侍奉。或是叫做义务传道。好，为什么它叫代职侍奉，或是叫义务传道？代职侍奉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一边工作养活自己，一边又去做传道人工作的人。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斜杠就是。他一边要工作，但是一边工作完了之后，他就去当传道人，啊，这个叫做代职侍奉，或是我们现在讲叫做义务传道，就是这样。我有自己的工作，但是我那个晚上休息或是放假的时候，我就成为传道人去做教导者的工作。好，那这个阿摩斯，他的名字有负重担的意思。我刚刚讲的就是名如其人，他的名字的意思叫做负重担啊。好，那为什么说他是叫做代职侍奉，或是他叫做义务传道？请看一下184页作者的地方。好，他有自己的职业，请看一下阿摩斯，他是南国提戈亚的牧人啊，他是一个牧羊人，对不对？而且他还做什么？修剪桑树，他是帮人家剪这个修剪树木的。然后他是出身平民，而且没有受过神学训练啊，他没有去神学院念书，没有受过先知训练，但是他的信息是很强而有力的。那但是而且他去做什么？他是从南国的犹大去到北国做先知。这个有什么样的感受？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个事情是：如果今天你在台湾，然后蒙召说，上帝告诉你说你要到中国大陆去，然后去当传道人，好，然后你有自己的工作，要去那边，除了工作以外，你还要去那边服侍那边的这个弟兄姐妹，好，那这个角色就是像这个阿摩斯这样，他是南国的人，但是他到北国去当先知。那你去人家那边骂人，会不会人家也要骂你？当然有哈。所以这个人哈，这个作者的地方第3行，北国的祭司亚玛谢就逼迫他，对不对？你去南国好，你在南国就好好的，你干嘛来我这边啊讲东讲西的？好，但是阿摩斯哈，他是被差到北国来担任这个先知的担任先知的，向北国传递神的警告。所以你可以想象，他是一个代职侍奉的人，而且又是从南国到北国，南北国是有敌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把它想象成跟台湾跟中国大陆那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要从台湾去到中国大陆去当传道人，而且又是一个代职侍奉的人。好，阿摩斯是在这里叫他背景有没有看到背景的地方？在第1行这里，他是在南国蒙召，他是在犹大国蒙召的，然后是在耶罗波安2世又出现这个人有没有？耶罗波安2世的时候，他去当先知了。然后倒数第3行，他为北国代求，
使北国免受蝗灾跟火灾，又劝北国人悔改，但是北国人无动于衷。为此，上帝定义要倾覆北国。所以，其实上帝一再有给人机会，透过先知一再有给人提醒，但是人很怪，就是越提醒他越走偏，越提醒越离开上帝了。好，阿摩斯先知是最强调这个社会公义跟公平的人啊，请大家看一下阿摩斯书，我们来看一下有一段的圣经是对阿摩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理解跟提醒啊。好，先看一下阿摩斯的第8章。阿摩斯第8章第11节，这个我们也经常会引用这个东西哈，不是因为没有饼，不是因为没有水，而是不听神的话。8章11节，好，一起来念一下8章11节哈，请念来。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并非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有没有？好，所以我们常常提醒说，你的饥渴不是因为没有饼没有水，而是因为不听上帝的话。所以人心很饥渴，但是当没有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的时候，人仍然是在那个干渴的状态啊。好，另外就是提到有关这个公平跟公义的事情，请看第5章，阿摩斯第5章，往前翻第5章24节。好，应该从21到24比较好啊。好，上帝为什么不喜欢人的献祭？这是有原因的。很多人说我献祭给上帝，为什么上帝不喜欢他？21到24，好，我们一起念一下21到24，一起念来。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愿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所以为什么上帝不喜悦我们？包括这里讲的很直接哦，上帝不喜欢我们聚会，上帝为什么不喜欢我们献祭、祷告他也不喜欢。然后这个进食他也不喜欢，守严肃会，甚至连弹琴唱诗歌他都不喜欢。为什么？因为他希望的是公平跟公义。他说：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好，所以这个其实就在提醒这个犹大国跟以色列国说什么？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上帝心中眼中看为对的事情，就是公平跟公义，不是你的献祭。那这个给我们有很好的提醒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都以为我奉献很多，我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很多，或是我的这个职位，我在教会里面有很好的一些的职位，比如说我可能当小组长，我当成人主学老师或是我可能做很多的服事，还有我可能参与很多的敬拜啦参加聚会，可是上帝仍然不喜悦，为什么？因为上帝要公平跟公义。所以，如果在我们当中，在教会里面没有公平跟公义的话，上帝也不喜欢我们的严肃会，也不喜欢我们的敬拜，也不会喜欢我们在这里的祷告，因为没有公平跟公义。可以了解那个意思吗？
好，什么叫公平跟公义？最早在教会里面，如果各位我们快要念到新约啊，新约刚开始教会有一个很不公平的地方是什么？教会里面这个食物分配不平均啊，因为这个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是叫做外邦人，好，那这些外邦人他们的寡妇或者是他们的这些的孤儿，有时候没有被分到该吃的食物，好，那只有某些人吃得很饱，但是有一些人吃不到东西。爱宴的时候，有的人吃的很多，但是有的人没饭吃，好，这个叫做不公平、不公义，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啊，好，这个是指在教会里面。那在国家跟社会里面呢，哪些叫做公平跟公义？族群是不是都被正常的看待，还是有的人被不正常的对待？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吗？啊，好，比如说我曾经讲过一个案例，就是以前我在神学院刚毕业的时候，在桃园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妈妈，她来教会里面跟我讲，她说：“牧师，你要让原住民来这个教会里面聚会吗？”我问她说：“有什么问题吗？”她说：“如果这个原住民来这边聚会，那我就不来了。”好，然后她以为我会挽留她嘛，那我跟她讲说：“那对不起，你如果不来，那就不要来了。”我说我也不希望你来，为什么？因为你会去区分，我是汉人，我是比较高等的，他是原住民，他是比较低等的，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啊，公平跟公义是什么？公平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有，好，公义是什么？按照你的需要给你，你需要的，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好，所以公平跟公义是有不一样。公平叫做什么？每一个人啊，比如说，每一个人都有一碗饭吃，这个叫公平，对不对？好，公义是什么？他的食量跟我的食量不一样，我可能只需要一些些，他可能要很多，好，那就需要多的给多的，需要少的给少的，那个叫公义。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啊，比如说，上次我有那个弄一个图片，有没有？身高不一样的人，他们要看那个球赛的时候，好，那什么叫做公平？有3个箱子，好，一个人发一个箱子，这个叫公平，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箱子，可以站在上面看这个棒球比赛。但是公义是什么？公义就是我身高比较高，我不必要。那次高的那个人，他只要一个箱子就好了。最矮的那个，他要2个箱子。那所以按照公义的原则就是。我不必要的，那我就不用了。但是需要的人，他可以多一些，这个叫做公义。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啊，所以公平跟公义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范围。公平是每一个人都有，公义是需要的人他可以得到的比较多一些，然后不需要的就不必要有这些啊。好，到这边可以吗？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找一个人就可以了啊，再加一个人就可以，我们就这一节就可以先休息一下。好，请看一下187页，厄巴迪亚。是拼4个先知啊。好，请看厄巴迪亚。厄巴迪亚的意思叫做耶和华的仆人。他的名字的意思叫做耶和华的仆人啊，所以作者的地方有没有？厄巴迪亚叫做耶和华的仆人。好，他是在什么时候当先知的？在南国犹大约兰王的时期当先知。好，这个约兰就是那个娶那个亚他利亚做太太的那个国王啊。好，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叫做最早写成的先知书啊。所以第一本的先知书就是这个厄巴迪亚。好，它也是旧约里面最短的一卷书，叫做这个只有1章啊，所以不用问第几章，就是只有这一章而已。好，总共有21节啊。好，厄巴迪亚的对象
他的先知要宣告的对象是谁？就是这个以东。看一下187页背景的地方，以东就是以扫的别名。各位知道以扫是谁？知道吗？以扫就是那个以撒的两个双生子有没有？一个老大叫做以扫，老二叫做雅各。好，那这个以扫就是这个以东啊。以东的意思是红色的意思啊，因为它可能长得比较红润嘛，颜色红润啊，所以以东就是红色的意思。好，所以以东就是以扫的别名了啊。好，这个是创世纪里面这个两兄弟，这个双生子两兄弟啊。好，所以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啊，所以这个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裔，就是雅各的兄弟之邦啊。所以他跟以色列人本来应该是兄弟之邦的关系的，血统上、血缘上是一样的、类似的啊。好，可是以东人他却敌视以色列人，然后甚至在这个犹大国或是以色列国，他们在比较衰弱的时候，通常这些人他们叫趁火打劫。所以为什么以东会被这个上帝所不喜悦呢？因为他趁火打劫，他在人家最衰弱、最不好的状态的时候，他去抢劫人家、伤害人家，甚至把以色列人抓去当奴隶卖了。好，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给以东有警告或者是有提醒的原因啊。好，所以请大家看一下187页倒数第9行这边，以东一直敌视以色列人，他们是有敌对关系的。好，然后过2行之后，在大卫王的时候，以东曾经归服以色列，他曾经是以色列的这个藩属国啊。好，然后到约兰王的时候，以东背叛犹大。好，再下一行。以色列人遭外邦入侵的时候，他袖手旁观又幸灾乐祸，就是刚刚讲的趁火打劫了啊！而且他还攻击这个犹大国，协助外敌来入侵跟自己同民族的国家了啊！好，所以最后以东就被上帝审判，就是他就被完全的消灭跟灭亡了啊！所以后来以东人也是被这个族群就被回教徒给消灭了。188页这边啊，所以我们这个很多这个广告词常常讲，出来玩总是要还的。你趁着人家正在衰弱的时候，趁火打劫，到最后自己也是要得到这个审判的命运。所以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对待别人，这个是这个以东这个国家被审判跟提醒的事情。好，到这边可以吗？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这一节先到这边，休息一下10分钟啊，我们10分钟后再回来上课。